大家好，我哋今日準備嚟做一套舒心樂動操。第一式轉頭旋頸。首先手叉腰，頸向右轉，定10秒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返中間，再頸向左轉，定10秒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返中間。我哋重複多一次，頸向右轉，定10秒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返中間，頸向左轉，定10秒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完成。第二式弓步塗鴉。首先伸展右邊小腿10秒，雙手手踭伸直，雙肩向後旋轉5下。1、2、3、4、5。之後伸展左邊小腿10秒，雙手手踭伸直，雙肩向後旋轉5下。1、2、3、4、5。我哋重複一次，伸展右邊小腿10秒，雙手手踭伸直，雙肩向前旋轉5下。1、2、3、4、5。之後伸展左邊小腿10秒，雙手手踭伸直，雙肩向前旋轉5下。1、2、3、4、5，完成。第三式轉腰拍膝。我哋輪流左右轉腰拍膝，重複10下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。我哋稍作休息，重複一次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完成。第四式合手推掌。首先舉起雙手，然後互相緊扣，向前推掌，重複5下。1、2、3、4、5。然後向右轉腰，重複推掌。1、2、3、4、5，返中間，再向左轉腰，重複推掌。1、2、3、4、5，完成。第五式左右彎腰。首先向外踏一步，身體向左右輪流彎腰，雙手上舉，重複10下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。稍作休息，我哋重複一次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完成。